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專業地產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又一村內街嘅玉蘭閣，介紹呢間冧心細嘅筍盤，我哋一齊上望下。呢度係又一村內街玉蘭閣高層 D 室，實用789尺。呢個好實用啊，3房1套。就望翻對面樓景，呢間都好企理。好四正，咁呢度有個廳，出去呢，佢係有個露台位嘅。呢度係廚房啦，間房都好大喎，客廁。呢個套房。係嘛？間房都幾大，有陽光。呢度環境舒服，有埋車位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睇，歡迎隨時 call我。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